上帝话，《使徒行传》8章26章到26节到40节。主的提示对腓利讲：起来，去安息。到耶路撒冷就去加撒的路，也就是旷野，就起来去。拄当有一个埃及阿伯人，就是埃及阿伯女王，甘带伊有怀的太监，总管伊的银库。伊已经到耶路撒冷敬拜，倒转来坐伫车里，咧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圣神甲腓利讲：进前去，共我一声。腓利走去就问伊，听见伊咧读先知以赛亚的册，就讲：你所读的，你会明白吗？伊讲：无人指示我，汉行的，就请腓利上车3角坐。所读的圣经就是这段，伊互人看，亲像牛到树台的所在，伊无开喙，亲像牛仔对这毛地无出声。伊离别的时，受无公义的审判，伊的世代是随要传说。因为伊的活命对人生受断起，太监因腓利讲，请问先知讲这个话是指啥物人？是指本身，还是别人啊？腓利就开喙对这个圣经去，让耶稣还予伊行路的时。到有水的位，太监讲：你看，这有水，我是洗礼，有啥物阻碍？腓利讲：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伊回答讲：我信耶稣是上帝是上帝的名，就万物停车。腓利甲太监两人落水，腓利就甲伊行洗礼，对水上来的时，主的神带腓利去，太监无搁看见伊，因为说伊上路也真欢喜。后来腓利伫阿索多，互人拄着。就骗名这个城，传福音，直到30年啊！感谢主。兄弟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个伫地，咱三个同心来祈祷。阮的主，阮的上帝，阮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要对你的话。来一摆三较直接学习，做可能互你的话，成在阮生命中的光，成在阮生命中最大的帮助。经过这个信，会当为着你的名来宣扬甲高举。主，阮只是要对你的话三个学习，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现在这位大家平安。咱6月份的这个新安讲读原本所读的经文已经来到《使徒行传》，按照惯例，牧师大声来讲解这个《使徒行传》。一般的圣学者认为，《使徒行传》的作者甲这个《路加福音》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就是希腊人这位路加医生，因为这两卷册拢是写予同一个人，伊的名叫做提阿非罗，并且这两卷的写作风格也非常的相同。
咱而且看去落甲医生伊用科学的精神，真精准，搁谨慎的详细考察，将基督教的信仰这个对象，特别基督耶稣伫圣神的感动、感恩，通过在世女玛利亚的出世，伫遐真实活伫历史上的一生，这种系统的伫遐来编写诚侪路加福音。为什么咱会信？这是路加福音写作的目的。这个信，毋是出于人，乃是上帝作为。这是使徒行传写作的目的。同款其实了科学家的精神，伊伫遐详细查考路加医生受批者提阿非罗来说明，为啥对加利利起家，这个原本未遂的基督信仰，会当对耶路撒冷，甚至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甚至整栋整个的罗马帝国。这毋是加利利迄几个土耳人，像彼得啊、约翰啊等等这人所做到的，这乃是什么？圣神的作为，圣神的感动。所以使徒行传佫被称作是圣神行传，是圣神的大权能。驱使原本是惊吓忍耐、惊死的耶稣门徒，变成做刚强壮大，伫遐来见证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所以圣神伫因的心上的溃烂，不但见证耶稣真正对死国活，伊也是生命的主，是上帝的囝儿，是具有圣经所应允的弥赛亚，更加证明一个无惊艰难、信心坚定的人，伊的生命必定会当伫遐来转化，对软弱转化诚侪刚强，对丧向转化诚侪不有，对见效转化诚侪荣耀，活出生命真正的价值甲意义。兄弟姊妹，人生的艰苦对咱来讲，有时是一言难尽，要哭有时会无目屎。如果咱的信仰若无圣神的溃烂，必定会真恶伫遐来坚持。总是因为圣神的同在。要扶持帮赞，互咱会当刚强壮大，就是伫危险中、伫挫折甲失败中，依然有信心按照所定着的目标伫遐来前进。请问，你愿意追求圣神的同在，帮助你活出上帝所要祝福你的丰盛人生吗？路加福音甲使徒行传的受批者是提阿非罗，那提阿非罗到底是什么款的、什么人呢？其实一家圣经学者伊并无答案，因为提阿非罗会当翻译做上帝的爱人，也是讲上帝所疼的。所以圣经学者认为讲提阿非罗只是一个什么称呼哦，并不是一个人的名。这个称呼是指所有疼上帝，以及上帝所疼的人。总以牧师只认为，历史上应该确实有这位提阿非罗这个人的存在。伊就若像这个高利牛共一样，是一位敬畏上帝的外邦贵族。特别伫《使徒行传》25章的记载，保罗一直被关伫这个撒加利亚的时，当时耶路撒冷新就任的巡抚菲斯都应犹太人要求，去到该撒利亚要去审判保罗。保罗就是伫这个巡抚菲斯都面前，为了耶稣伫遐来做干证，讲出伊如何对压迫耶稣，变成做传扬、宣扬耶稣。后来，受罗马皇帝册封做加利利、甲
庇利亚的王，即个阿基帕王，伊要去到该撒利亚拜访菲斯都的时，菲斯都也邀请阿基帕王同齐来听保罗的见证。这伫《使徒行传》25章23节有安尼记载，菲斯都出面隔日阿基帕甲伯尼基大设会议来，甲遮的千总以及城内尊贵人入公堂，菲斯都出命令，就带保罗到。所以牧师认为，检在即个提阿非罗，在当时在场的即个尊贵的人中的一个，伊是当时有影响力的人，也是敬畏上帝的外邦人。伊有心想要了解即个信仰，所以路加医生伊就写了即个路加福音以及即个使徒行传来赠送，互即位菲斯都互即位提阿非罗。互伊知影基督教所信的耶稣，并即个什么即个歪魔邪教，乃是有根有基，是对犹太教所来的，并通过即个圣神的大溃力，互所有愿意入捌上帝、听上帝的人，拢会当得到上帝的听甲恩典。兄弟姊妹，我所认为路加伫写即个使徒行传的时，伊只敢真单纯想要为着即个啥保罗来伸冤，为了证明保罗伊所传的耶稣真正是上帝的囝，用国话来证明上帝的大权能。伊并无想到，伊伫咧记录即本使徒行传的时，会成做教会非常重要的历史，就是基督教会的发展史。兄弟姊妹，使徒行传是基督教发展史非常宝贵的记录。伊记录了早期教会的建立甲发展，以及使徒因怎样伫无共款的文化甲社会背景下面来传扬福音。这对你后代后世教会的传承甲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影响。伊如果若无即个使徒行传，咱根本无法度了解早期教会所面对的挑战，使徒怎样来应对这个挑战，以及因传福音的方式。有人用即个AI 咱即摆 AI 真出名不过咱人拢靠 AI 呢讲从即个使徒行传的重要性，整理出几项头前就是啥物？教会历史的基础。在使徒行传记载了耶稣基督国完了后，早期教会的建立甲发展，是研究教会历史的基础。第二项就是啥物？传福音的模式。使徒行传展示了早期使徒伫无共款的文化甲社会背景下来宣扬福音，提供了后代，也是讲后世教会学习的范例。第三项，对新约甲旧约的记号，使徒行传记录了真侪新约甲旧约，证明了上帝的权能，并且鼓舞咱人会当对这个福音更加有信心。第四项，对使徒的见证。使徒行传记载了使徒因的经验甲见证，这个见证对你后代、后代，还是讲后世代的这个信徒，因的灵性的成长有真重要的启发。第五项就是神学思想的发展。使徒行传的记载，会当帮助咱了解早期教会的神学思想的发展，以及因如何来理解耶稣基督的身份甲伊的救恩。兄弟姊妹，所以对这咱来知影的，如果若无使徒行传，那呢，咱就可能无法度了解早期教会的建立、发展甲挑战。地教会历史会出现什么断层？譬如讲，咱对咱中间一人，还是讲咱的亲人，你若一人你无了解，是无断层共款。
阿公因为我的老母已经过身，啊，个我的孙啊，啊，个已经囡仔孙，啊，阵啊，即个阿嬷的历史啊，阿嬷的生平，因也无了解是安怎，孙仔伊都毋知影，所以咱有写啥物的？咱会记载啥物的？家谱还是讲个人阅历这是咱会当知影，所以这是非常重要。如果若无使徒行传，咱教会历史也共款会出现这个断层，所以咱无法度了解早期使徒如何传扬福音，递到后世教会伫传福音的方面，伊就欠缺这个通参考的资料，咱无法度看到圣神的同在。所以显明侪新约基事的记载，也可能影响人对这个福音的信心。所以如果若无使徒行传，咱无法度来了解使徒因的经历甲见证，也有可能影响信徒的灵性成长。咱也无法度了解早期教会的新学思想甲发展，这也可能影响到后世的教会伊的新学所会当理解。所以，直接总讲一句，使徒行传对于教会历史、福音的宣讲、新约甲旧约的记录、使徒的见证以及新学思想的发展，拢有真重要的影响。如果若无使徒行传，咱对于基督信仰到底如何伫遐来顶挡着这罗马帝国，就会产生真大什么迷惑。所以无法度了解所以使徒行传就那像一派什么光灯明灯伊咱来指出基督信仰是如何来改变人的性命，并咱会当如何来传承这个宝贵福音，伫遐啦传扬这个地级，和万国万民当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如果医生伊才来写这个使徒行传，伊是真有这个什么选择性的收集，采用资料见证耶稣国话，是这个使命，也是福音的大动脉。总是单位见证的，毋只讲是这个门道，更到什么圣神的大关联。所以最后所就天的时，伊除了办不大使命的任务。也想是什么圣神的应允。圣经安尼讲，读到圣神临到恁的时，恁要得到才能，搁伫耶路撒冷骗犹太，甲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使徒行传1章第8节，确实，上帝国度将来都毋是建立伫人的意气，也是讲血气。咱上帝伊有水个好的意念，放伫人的心内，圣神只结伫咱的心，是做上帝爱咱做的代志。就那像撒迦利亚书4章6节，伊所甲咱讲的，毋是用权势，毋是用能力，就是用我的神。这是万军的耶和华所讲的。出来教会如何来建立？圣神如何同工？路加对12使徒中最重要的3位领导者彼得、雅各、约翰，伫遮来讲起，并且重点只甲放伫什么人的身上？彼得的身上。当时也真侪福音的使者，因的脚领遍布罗马帝国，总是路加只甲记录保罗3摆的海外报道。所以路加医生伫写使徒行传有2个目的，一个就是什么？一个就是证明什么？证明犹太人拒绝这个福音。所以福音因为安尼先传到外邦人，传到咱今日伫咱台湾遮的百姓。使徒行传28章28节。第二项是什么？罗马政府官员一开始上并无反对这个福音的宣扬，是后来受了这个什么犹太人的压力，才开始对使徒的福音伫遐来来迫害，对使徒因所传的，还是对使徒来迫害。咱会当比较这个
4章8节到12节，25章8节到11节。所以，只路加伊要证明的福音怎样无惊艰难，对耶路撒冷一直一直传到罗马，这样代志是出自上帝，不是人不是人的因素，是上帝亲自为着这个福音来做见证，证明上帝对犹太人的应允，最后要成做万国万民的祝福。所以今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是有关基督信仰如何借着一位门徒的顺服，将福音传到非洲，这个以索比亚，这个所在的记载。兄弟妹，门徒伫遮五外来传福音，是因为耶路撒冷的教会遭受了什么大迫害。门徒不得不五外来发展，所以有时咱知影，若住伫一个所在住了久会舒适无？一定拢会足舒适啊！我会记得讲，有真侪人出国出国若讲住1礼拜、1个月，阁袂歹敢若住久咧，敢若有人就挡袂牢但你若阁住较久咧。我看你就变做就变做舒适圈了。我毋知文凭即事即摆中国住了知有，毋知变做舒适喎。我讲咱一个所在住久，就变做种舒适。你若住久你就无想要叮当牧师甲恁讲，其实牧师若无啥爱叮当呢。但是我满70，我一定爱退休，这总会规定毋是我规定所以我若年岁到，是讲我若真正做袂落去我都爱退休同款。这就是伫这个舒适圈久，都无想要叮当。有时就想要我若真正要倒病拢有人来给你服侍足好的像阮妈妈安尼啦，我恁讲，阮妈妈就是安尼安尼无啥好，我恁讲。但我真正感谢主阮妈妈已经转去伊就免我倒伫遐艰苦其实伊若袂讲毋知要安怎讲到底好歹也毋知，迄是非常的艰苦所以上帝借着一寡压力压迫咱爱行出这个舒适圈为了要互咱会当来成长。所以咱这个青年人是讲这个囡仔一定爱记哩。上帝互咱有这个压力，是要互咱要叫什么？成长。压力是要互咱成长。咱即摆兄弟姊妹讲，你若身躯比较艰苦为恁这囝来上帝互你一寡压力毋知要有啥物款的美好的旨意敢咱有爱顺服，爱坚定的相信我是非常重要。可能伫咱的信仰灵命会当更加成长爱记。所以呢。咱所做的苦难，这个中间拢有上帝什么水果好的旨意，所以消极的分散，通过性情转换变做什么积极的扩展，福音会当发挥更加深更远的影响力。所以路加记载，这个中间有一位门徒叫什么？腓力这是咱拄仔所读圣经记载。伊是耶路撒冷教会中的管理啥当家的7位执事中的一位，因为压迫为迫害，伊前往到什么撒加利亚来传福音。伊伫遐讲带领侪人来信耶稣、信主呢，当时圣神官佮带领伊到另外一个境界，就去到所谓旷野。像即边恁知旷野是啥物款的所在无？无人呢，伊本来去撒加利亚，哇，带真侪来信，即摆圣神讲爱去旷野，拢无人呢。但是腓力凭着信心，服从圣神的带领，伊就去到迄个所在。结果伊带领一个叫什么人？以索比亚什么有英兰的太监来信主，所以福音国家侵入到伫倒位，扩展到埃及去，
所以人讲埃及真侪基督徒哈，有可能就是这项事的记载哈。所以历史的行段啊，这个8章26节，只讲伊主的天使对腓力讲起来，对南西去，到对耶路撒冷落去加萨的路，加萨即马足出名吼，加萨走廊吼，啊，迄个所在咧，吼，旷野，听姊妹，这个腓力原本是伫这个撒迦利亚传福音，并且得到真大的果效，也带领真侪人来信主。但是这时，圣神既然调离伊啊，离开这个原本成功的所在，爱伊啊，行到真远的路，去到无人的这个旷野。咱知影加萨啊，是距离这个撒玛利亚约了700多公里的这个所在，是到埃及必须经过这个沿海湾的走廊，哦，所以即马叫做加萨走廊哈。啊，西面是啥物？地中海，啊，东面就是啥物？一片的沙漠。迄一个人非常过得去的所在。啊，落加即个所在，搁加一句话讲。迄个路是旷野，强调主的使者吩咐腓力所做的代志，实在互人真恶伫伫恶伫伫想的，想会到的吼，兄弟姊妹，咱会知当咱处在这个成功的欢喜中间，当你的成功欢喜要庆祝快乐的时，圣神忽然间呼召你爱去靠旷野，这个旷野是无人所徛起的所在。那这个时，检在你的心内会感觉怎样？感觉怎样？就是孤单无助，有时会彷徨迷惑，因为我都明白上帝到底是什么意思。总以旷野，却是生命上好的历练，敢深深思考的所在。咱代表伫少年的时，伊捌伫旷野伫遐受过磨练。主耶稣伫传道理，传道的以前，伊也去到旷野，圣神带领伊到旷野，接受什么40天的磨练。这只上帝要大使用一个人的时，伊会大声互人先去到这个旷野伫遐磨练、操练。请问你愿意顺服吗？伊上帝只要呼召咱离开这闪烁的这个大舞台这个舞台，去到无人的旷野，因为就伫迄个所在，咱才会当找到真实的家己，免得心中真正意念。兄弟姊妹，上帝常常会通过这个孤单的旷野，互咱清楚的面对真实的家己。伊安尼先做，就是要转化咱的生命，互你找到真实真正的家己。即只请问咱，是咪愿意听圣神的声音？是去到迄个旷野，还是单单倚靠上帝，听谈你内心的声音，找找着家己真正的方向甲目标嘛？使徒行传8章27节，腓力就起来，拄当有一个埃提阿伯人，这是埃提阿伯女王甘代基有关的太监，总管伊的银库，已经到耶路撒冷敬拜。圣神的引传，常常是出伫人所想袂到的。腓力一直顺探圣神的感动。既然伫想袂到的所在旷野，带领一位真正大有影响力的这个人来信耶稣，互福音有机会传去到迄个埃及的所在。兄弟姊妹，咱对圣神的感动甲带领，虽然咱有时真恶伫伫遐来理解，总是当咱愿意顺服的时，就真侪什么奇妙的代志伫遐来发生。伫人生的路程，如果你若亲像腓力同一样，你若受逼到伫旷野去，请你毋通灰心累志，你一定要相信上帝有伊什么
水阁好的旨意。求上帝帮助咱，爱存着什么顺服的心，伫这个旷野接受生命的磨练，甲深深的思考，最后你将会看见上帝要使用你，真侪正人上水阁上好的祝福。所以腓力伫旷野拄着一个去耶路撒冷礼拜的太监，路加伫遮介绍讲，迄是一位有大官的太监，伫埃提阿别鲁王甘大基的手的总管文库，伊伫车顶正伫咧念先知以赛亚的册，所以现在8章28节。这段记载，互咱知影，这位太监，伊不但敬畏上帝，还有什么热心追求啊？伊也刻薄认捌上帝，特别是上帝话顶面哦，真刻薄。所以圣神催逼腓力主动接触迄位太监，伫遐问伊讲：你所念的安那？你明白吗？啊，你所读的，你有明白无？伊讲无人指教我，怎会当明白咧？所以就请这个腓力上车吼，甲伊同齐，腓力就讲啊，对伊所读的圣经印证到底什么人？耶稣。使徒行传8章29节到35节的记载，遐姊妹，太监所读的这段圣经，是有言弥赛亚伫救赎的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这是为了听的牺牲，咱要知影，无听就无什么，就无实力价；无实力价就无什么免流。这是咱爱真清楚。无实力价就无听就无实力价，无实力价就无免流。这古约圣经差不多真侪拢有记载着这个弥赛亚降临的应允。所以咱所读的圣经，就是爱抄出出圣经中的基督，见证应验，伊是为了听，甲为了赦免所付出宝贵的代价。兄弟姊妹，这位太监伊是非常的刻薄上帝的话，所以圣经的每一个字伊拢捌，既然串联起来读，叫读唔捌，字伊捌。但是读了既然唔捌，字咱有时也是安尼咱捌字结果唔知伊的意思对吧？所以看袂明白。因为这个，所以请问你咧读圣经的时，是毋是有同款的这个困扰咧？字拢看会捌甲意思去唔捌但是真正看去圣神找见腓力。伫遐来帮助太监，可以当明白圣经所蕴藏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真正是上帝的囝。所以咱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这句话表明了基督徒信心的对象甲内容。咱的信心甲内容就是什么？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的囝。所以太监伫遮得到腓力的帮助。明白这个福音的真理，伊就来接受什么洗礼？洗礼后呢，真正欢欢喜喜的回去，并且将伊所领受到这个宝贵的福音分享，给伊家乡的同胞，给伊会当明白这位上帝囝，这实在是非常水的见证这是非常水的见证。所以我讲埃及今仔有真侪基督徒。就是可能就对迄阵开始，所以兄弟姊妹，今日咱所读的这个圣安讲，请问你有读无？其实作者伊伫最后的结论又讲一段话伊讲这是什么？宗教改革家约翰加利文讲，教会是奠基伫什么？上帝的话的顶面虽然信徒爱读上帝话无，这时代一定爱读也一样的是，无论是牧者、信徒，伫读圣经的时，拢应该持续着对上帝话的刻薄加看重，
并伫上帝的话语中间找求智慧甲力量。每一摆咱读着袂明白的经文，咱会当求啥物？圣神开启咱的心，开启咱的目睭，互咱会当明白上帝的话，互咱会当伫即个充满挑战甲困难的世界中，活出基督生命的款式。当咱经历上帝的话，带来即个生命的转化，咱就必定会当得到啥物？救恩的喜乐。其昨即个中级的训练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啥物？在这个中级干部伫树林教会因的即个团队内底，因拢真强调啥物？读上帝的话，然后伫上帝的话得到啥物？亮光，得到重点根据，真做你生命中最大的转变。其咱教会每一天牧师然后啥物？圣经啥物？导读伫这圣经的导读顶面有时咱会当去找到亮光，找到咱生命得帮助的所在。讲较重要就是爱将每一天亲眼讲所爱咱读的圣经对头到尾一定爱读一摆。这是咱遮所学习的。咱若无明白的所在呢，有啥物？圣神开启咱的啥物？心眼。若无明白呢，会当找咱的啥物人？熟龄的长辈什么长老，来当找啥物？牧师，咱遮来分享。所以有时这个分享是非常重要，确实是安尼。所以咱求圣神开启咱的心眼，互咱会当真正伫上帝囝耶稣基督是改变、转化咱生命的主。互既然相信伊的人，就会当靠主凡事得胜，搁有春，活出真正丰盛、搁美好的生命。这是咱会当对上帝话得到上大的啥物帮助。因为记袂即句，靠主凡事得胜，搁有春。今咱无得胜，搁无春，就是表示啥物？咱有靠主无？咱有靠主无？无啦。所以咱靠主就会怎就会得胜搁有春变靠主咧？读啥物？读上帝话有迄个亮光记在你的头壳内，行伫你的行大中，伫欢欢喜那像即个太感觉等于将伊所领受的传扬引传，互更较侪人来明白。这是咱今日即个主题，生命的转化非常重要。期待上帝当转化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互咱靠主得胜搁有春。愿上帝祝福咱，三个同心来祈祷。主啊，感谢你，互咱过来一摆对你的话三学习。我会当日日真正来读、来思想、来经验着你的话，伫阮生命中的变化。会当互咱挖靠你所教示阮的，伫遐来实践、来行踏、来分享，互更较侪人来认识你，也通过遮个，互阮的生命得到转化。互咱当靠主得胜，搁有春，成阮生命上水上好的见证。阮的主，阮的上帝，阮只是将阮正向的旨意恭敬交托伫你的面前，好你坚固带领引传帮助甲祝福。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